我可以让它升华到另外一个层次。客家的东西，那我们把它更精致化的。用二胡诠释客家采茶歌，丝毫不比西洋弦乐逊色。二胡它的音色呢，非常多变化，可塑性很强，可以表达非常多的情感。高中就拿下台湾音乐大赛二胡演奏奖。传统认为老一辈才玩的乐器，7年级的邱大公受前辈温金龙启发，看见突破的可能。新一代二胡的演奏家，他们本身呢也会把小提琴的炫技的曲子移植到二胡上面。为了精进琴艺，邱大公到上海音乐学院进修，更进而超越，拜二胡制作大师万其兴为师，自己制作。2年扎实学习了木料特性，还有关键的蒙皮技术。回台湾却发现，怎么无法一样画葫芦？蒙皮的松紧度就是按照师傅他所讲的，发现做出来的琴，它的声音很闷，音量变小了。四拍跟演音黑马给失败的原因是什么？笛边同，不知变通。后来摸索出是气候的影响，新竹峨眉湿度比大陆内陆地区高得多，舌皮吸收湿度会软，蒙皮时得多拉紧一点。我在弹琴皮正中间的时候，这个声音要达到一定的音高。严谨做琴，邱大公也开始到社区做团体教学。来自艺术世家的他，受陶艺家父亲和画家母亲的熏陶，对文化传承产生使命感。他希望更多人欣赏二胡的美，也让客家传统音乐进入年轻人的世界。上课喽！四拍跟演音黑马给，笛边同。四拍跟演音黑马给，笛边同。谢谢宗仪老师。